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3，以西结书36章27节安尼讲：我要将我的心下伫恁的内面，互恁顺从我的律例，守我的法度来行伊。三角来祈祷，将神下伫阮内面，互阮顺从你的律例甲法度来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天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万物拢是你所创造，一切万物也是照你的旨意来设立的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安尼顾念，你拣选阮，诚做你所宝贝，互阮有你所分的活开，佮使阮通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的权柄。主啊，愿知家己的软弱，常常凭着血气来行罪。阮虽然知影你的吩咐，总是也常常受迷惑来跋倒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无爱阮继续来失错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心下伫阮的内面，互阮顺从你的律例，守你的法度来行伊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